出水就好。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俗语话是甲时代有牵连，时代若变迁，有的俗语话自然就会消失去。你想讲200-300年前，清朝时代，福建上埔遮流行一条歌谣，你甲听看觅。讲试过试，东都就来去，来去稳有某，毋免登山真艰苦。头一句咧讲试过试，这无意思啦，干那为着要斗句尔啦。因为要紧要强调第二句，咱伫咧沿海遮的县市，伫咧上埔遮，日子安尼下大歹过，做落汉卡，咱着爱漂洋过海，撩过乌水沟，东都就来去。东都，国情我那捌伫解文说理内底甲朋友探讨过。地成功三地人伫台湾建立东宁王国，所以迄个时阵清朝时代，原来有人称呼台湾讲做东都。啊，东都咱就来去呢，因为来去遐吼稳带有无？迄落汉卡用偷渡的，坐船过来到台湾，带病步的，所以毋则来去稳有无？但登山呢，日子艰苦咧下大，用要无才调过啊，无要紧。东都台湾是咱的新的天地，咱在遐开辟。当然咯，俗语就是甲时代有牵连，时代咧变迁，已经环境改变了，这个歌谣自然就消失去啊。啊，共款清朝时代，搁另外一句，原来甲即马加减减也搁有得听。毋过典故要了解伊的来源、伊的背景，正就是爱倒转去到当时历史的环境。这句话讲，有的人爱烧酒，有的人兴豆腐，人就讲做广东目镜在人挂。啊，是安那目镜在人挂，就目镜在人挂，甲广东有牵连。才有专家咧研究，就国政头拄我咧讲，因为清朝若广东，这原来算向外国开放贸易的港口，所以啊，外来的货品较机卡的就较有底看。哦，较早的人近视啊，无才调讲安尼配一副啊目镜，结果吼。广东遐进口的目镜，也有乌孔的，也有红孔的，尤其佫有迄个无棱的，挂行情、挂造型的。个人看角度无共，个人挂水摆无共。广东目镜在人挂，这句话历史典故就对遮来。